后来要过年哦，嘛爱来开始大摒扫，嘛甲厝内底衰运、歹运气拢甲扫出去。所以俗语毋才会讲大摒厝才会大富贵。啊，若要清大型的废弃物，迄拢爱收钱哦。屏东市公所决定，今年的过年前要帮民众免费来收大型的废弃物。这个好康的消息一传出去了后，竟然有人为其他的乡镇送这个废弃物过来，这个清洁队员是无用试查。民众把过年进前大摒扫，甲粪扫清出来，无碍的全部断掉。阮冷气拆了，啊，敢要收钱即款的即马？这免啦。看会到一般的家用粪扫和大型的废弃物。内底嘛有载几啊车无碍眠床、碰椅、有桌啊、椅啊等等的物品。即摆若想要换新的家具，民众会当看过来。屏东市公所决定免钱收大型的废弃物。1月5号到1月19号部分会针对家户的大型废弃物做一个免费清运的动作。那事业废弃物我们一般还是会做收费的动作。邻居是把一些旧家具不要的都要汰换的都换新，免费清运的话是真的很好。啊，即马没收。这个工程也太大了吧！队员嘛对车来到大楼下骹进行清运。看到辛苦的清洁队员，民众嘛来倒搬，不过免钱收运的消息一传出来，敢若有人对其他乡镇甲大型的废弃物送来吃。其实我们都会依检视那个垃圾的部分，那也会做垃圾产源的一个检视。因过大型废弃物清运，按照规定收处理费用。即马免钱的好康一传出来，恐惊嘛会予清洁队员伫过年之前工作量增加真济。不过因有愿坚持甲工课做好，唔敢放松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